咁啊，記得喺86年啊，墨西哥主辦世界盃決賽咗嗰一屆咧，墨西哥同埋咧保加利亞正好喺呢個16圈嘅賽事入邊咧就係碰頭噶。咁結果咧主辦國咧墨西哥就贏2-0。艾斯比攞翻，推下俾個右手邊省到自己隊友個背脊咧，就彈翻落去保加利亞頭嘅腳下，直線靚啊！呢個波靚，睇下幫唔幫得到啦？史代捷高夫勁射，哇！好嘢！史代捷高夫1-0，咩叫勁射？咩叫怒射咧？呢啲就係啦，走射3樣啊！好嘢！上半場嘅6分鐘，保加利亞咧打開紀錄啊！咪就由佢哋名氣最大嘅史代捷高夫咧，就係射入㗎。呢個波直線幾靚啊！咁啊包埋佢嘅祖安拉美尼斯咧，慢咗大概出將嘅時間慢咗少少，而被佢啲勁射左上角係入網㗎。你睇下速度幾快啊！哇！嗰啲咁嘅勁度啊，直情咧喺啲金波先嘅手指罅嗰度咧射入去㗎。冇得傾啊！史代捷高夫今屆嘅第4個入球，呢個射手犀利啦！好啦，上半場咧開波，只不過咧就係6分鐘咧已經係史代捷高夫咧打開紀錄啦嚇。咁啊，不愧係歐洲左腳王啊！即刻反攻啦！見到呢個咧係雷蒙拉美尼斯，咁但係好可惜個波又斷咗攬啦，俾呢個咧保加利亞嘅球員咧係截到。咁啊，真係犀利啊！史代捷高夫。咁啊，上一場見佢咧已經係特登去留翻啲鬚影咧，就係唔剃到乾淨㗎啦嚇。咁啊，結果咧就係呢場波又係掂喎，一面小胡子咧就結果又有斬獲啦。